住落嚟嘅巡遊節目係花式跳繩表演。本校嘅花繩隊喺本年度成立，佢哋將會配合音樂節奏，以個人繩做出各種花式，再配合大繩作集體演出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Game start! 各位親愛嘅嘉賓，接住落嚟嘅巡遊節目將會帶俾大家一場充滿活力嘅花式跳繩表演。花式跳繩係一項又好玩又富有挑戰性嘅活動，保證令你目不暇給啊！今日我哋嘅花繩隊係首次喺舞台上面閃亮登場，就好似我哋嘅小司儀咁講，呢支隊伍係本年度啱啱成立㗎。佢哋嘅熱情同埋活力都係非常之令人驚嘆嘅。除咗群體繩表演之外，接住落嚟我哋嘅同學將會進行獨繩表演。佢會配合音樂嘅節奏，用個人繩做出各種花式動作。接住落嚟就會由4人小組合作進行一個跳繩嘅表演。大家不如再俾一次熱烈嘅掌聲去鼓勵佢哋啊！小組表演完之後，即將會進行壯觀嘅大繩集體演出。每個隊員就好似上演緊一場精彩嘅舞蹈一樣，等我哋一齊感受呢份青春同埋活力嘅魅力啦，令我哋嘅心隨住音樂一齊舞動啦！感謝花繩隊嘅表演。